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提醒开车的乡亲，若落车要来买物件，就算是一大久啊，嘛爱甲眼镜关掉，甲车门锁起来。台南客家有一个乡亲，到夜市啊买宵夜，都想讲一时啊尔，无要紧，无熄火，车嘛无锁，就甲车停伫咧路边。结果有一个抢匪动作真猛烈，坐起伫车顶，车驶咧就走。车主发现冲倒来现场，根本就未互动。就安尼，目睭金金，看车互驶去。是好你家在警察太厉害咧，接到报案，随出动拿查围捕，无到2点钟，就甲人甲车总开倒来。警察要抓抢匪，警忙做伙了无偌久，抢匪车就被动起来。抑过议员想要走，最后赶快警方炸落来，将人诱落车。车是伊抢来，抑过嘛是因为车主为了一时方便，和抢匪有机会抢车。我自己疏忽了，然后要下去买章鱼烧，就没熄火，我就下车去点餐了。回头就看到有人上我车啊。车主到夜市啊买物件，无熄火嘛无锁，目睭金金看伊的车，互人驶去。前晚刚好就是骑机车，经过看到车子没有熄火，然后车内也没有人，就顺手把车子开走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随展开围捕，较无2点钟就将人甲抓到。警方提醒民众落车离开车的时，一定要熄火甲锁起来，以免变成被抢的对象。